你是什么人？北凉徐凤年。就是当街杀人的那个，听说死的儿子。凤年，就是他的儿子。对呀，就是他杀人一个个话说的听不懂，看见刀倒是知道害怕。你接着说。我找了些当年灭楚的老兵，让他们看看徐凤年身后的那些女子。不用了。你怕了？国战未起时，我去过楚国王都，曾见过楚国王妃，这张脸和当年王妃几乎一样。是楚国公主？应该是。你家族兄就是死于楚国王室之手。没错。那你还犹豫什么？还不赶紧动手！你杀楚国公主，我杀徐凤年。你以为卢家会为了你去得罪北凉吗？你不敢复仇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要是杀了楚国余孽，或许会激怒徐凤年，到时候我就把你交出去，用来平息北凉怒火。卢家绵延至今，靠的不仅仅是有仇必报，也要学会和光同尘。你背信弃义，动手吧。所谓义利，未必就是背驰之道，单纯求得不明律法，只会让天下大乱。你们追崇远古之时，可沧海桑田，人心早已不古。所谓王道者，冥冥无声，那还不如官吏施政清明来的有效。这，就是北凉的处世之道吗？我觉得他说的挺好。世子，这是想和天下读书人为敌呀！别老往大里说，江南不是天下，你们也代表不了读书人。小叔，这是琉璃亭的遗孀，她借报国寺清谈，是为了刺杀世子，我替世子把她擒获了。那我是不是应该谢谢先生？诸位，后院稍后，事后卢家自会赔罪。世子和江南文坛闹翻了脸，京城那边应该放心让你接手北凉了吧？大事做完了，该聊聊小事了。怎么算小事？国运是大事，家仇是小事。他是谁？我家侍女啊。世子应该知道卢家和楚国的仇怨吧？这和他无关。世子只要把他留下，卢家会支持世子成为北凉之主。朝中若有风吹草动，卢家会给世子送来消息。一个侍女换一个家族，如何取舍？世子应该不难选择吧？是不难，我不换。你不劝劝他吗？小叔这些年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在心里。任何其他事情，我一定站小叔这边。唯独凤年的选择，我从来不劝。他选择什么，我就支持什么，不然怎么算得上姐弟呢？
世子放心，我不会杀你。把他拿下，我会亲自送你离开。我大概不是你的对手。世子只要把路让开，卢家会给你补偿。我也劝你一句：你敢动他，我会穷尽一生毁掉卢家，说到做到。当年灭楚之战，卢家是死了一个嫡长子，但为这一个人，换家族覆灭，值得吗？当年要不是族兄，我这条命就没了。我明白了，那就战吧。嘿，走走。怎么？你也想进去变难啊？我等人。走开！我答应陈哥哥在这等他的。这位先生，今日变难已经结束，请回吧。拦住他！世子学武不久吧？是也觉得本世子太天才。确实是天才。王重楼虽然把大黄庭交给了你，但是他教不了你刀法精髓，武学心法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就有了大家气象。世子将来或许能成为天下前3之列。我也觉得卢先生剑法高深，既然大家彼此欣赏，要不然别打了，把人交给我，卢某自然收手。卢先生什么条件？之前说了，卢家会支持世子继位北凉。不够啊！世子请开价。徐骁6义子最可怕的那个是谁？你应该知道。陈之豹。卢家替我杀他，我把人交出来。陈之豹深得北凉军心，武功心术都是卓绝，不好杀。陈之豹不死，我怎么接手北凉啊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最好立个字据。卢先生可带了纸笔？寺内有。你们先出寺，找宁峨眉他们会合。报国却被围了，出不去。唐熙进行的箭手为箭。
还以为这外号说的是铸剑之术，既是铸剑之术，也是用剑之法。世子放心，不会伤害你的性命。世子，两袖青蛇，剑神把这个都传给你了，才入门，这也是你的极限了吧？谁？卢家私事，外人请勿插手。阁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一窍可打，退两步，剑成手势。你能看穿人心？直刺，收剑横打。后退3步，我偏要多退一步。我不会读人心，我只是说出了最佳的应对方案，是你自己非要多退一步。你扔出那颗石子的时候，就已经算好了我最后落败的这一步。人心如炬，官子无敌。你是曹长青。我记得你那族兄，当年他就是死在了楚人的手里。如今我被你杀，也算是有始有终了。下杀手了，只是昏迷。多谢曹前辈援手。西楚罪臣曹长青，参见公主殿下。卢白洁要杀殿下，是为报仇，合情合理，所以臣拦他，但不杀他。
然而，殿下千金之躯，徐凤年却当作侍女，此等羞辱，臣感同身受，无内如焚。殿下流落敌手至今，臣未曾得闻，是为重罪。有幸今日重逢，就用徐凤年人头替殿下解恨。你认错人了。殿下也许忘了，臣在宫中做齐诏的时候，见过殿下。虽然年数已久，可认错天下人，也不可能认错公主殿下。公主，公主，您慢一点。小公主，慢点儿。齐战叔叔，你快来追我呀！小公主，别摔着，我来了。齐兆叔叔，殿下稍待，臣先杀此人。齐兆叔叔，他打我不错。殿下被蒙骗了。无素，北凉王妃。那丫头，算是吴家剑种中历年来天资最好的一个。北凉王妃在京城遇刺，虽负重伤，毕竟全身而退。要是没那一战啊，她也不会那么早死。如此天大之事，怎么会悄无声息？事与密成，予以谢拜。就是因为事儿大，才要无人知啊。京城动手，是先皇的意思吗？不然谁敢动手啊？那时开国不久，为何要对北凉王妃下手呢？徐骁灭了6国，功高盖世，赏无可赏。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传来了吴素怀有身孕的消息。之前，这徐骁也只有女儿，一切都好说。可万一这北凉有了传承，多少人夜不能寐啊！吴素既然未死，徐骁为何不反？京城提心吊胆数年，始终不解的也是这个疑问。当年他遇伏受伤，回北凉后，只字未提。我那时候脾气暴，若知此事，我一定会对京城起兵的。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有了黄门儿之后，他旧伤复发，我才得知真相。可那时候，我已经有了儿子女儿。哎，你要知道，一个有家室的人做起选择来，顾虑就会很多。哎呀，他是最了解我的，怕我重启乱世，所以到最后一刻，才说出了真相。我这辈子，我被他吃得死死的。王妃用心良苦啊！我是答应过他不为此事起兵，但我没说不报仇啊。他不肯说是谁跟他动的手，那我自己查，甭管是谁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。杨太岁，我跟你说这些，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决心。现在，
说说那个人是谁吧。王先知那晚出现在京城。武帝城的王先知，我一直不愿意说，我就觉得这事儿蹊跷。王妃的剑术是通神，可她怎么也不会是王先知的对手啊。能跟王先知交上手的，也就3、4人。如果那晚王先知真的出手，王妃恐怕离不开京城。还有一点，我才得到的消息，世子刚决定要去武帝城，我这边就知道了王先知那晚出现了，这未免太巧了吧？这消息是真是假？核查过了，是真的。给消息的人啊，就盼着我冲去武帝城，最好死在王先知的手里，这样大家就皆大欢喜了。你明白这点就好。你有飞去江南的信鸽吗？借来用用。哎，凤年终归要去武帝城，让他亲口去问。哎呀，这王先知喜怒不定，世子行事跋扈，我怕害了世子。你不明白，这样的消息要不告诉他，他会恨死我的。在凤年的心里，他娘的死是过不去的一道关。若先生无法离开龙虎山，也有个法子。徐凤年一行应该会路过龙虎山看他的弟弟徐龙象，到时我设法把他引到此处，请先生动手。我也未必就能赢得了这李存刚。现神当真如此可怕？更何况这徐凤年不能死。黎阳朝经不起北凉之乱。徐凤年锋芒暗藏，绝非纨绔之辈。若他接手北凉，也是大患。不杀他，但可以毁了他。先生何意？你看，那有一块石头，翻开。翻开看看。无数生平记事，这有什么用？要想让人被我的功法所控制，最重要的就是乱其心神。你刚才被这传国玉玺所震慑，才会这么快的入梦。因为在你心里，最重要就是皇权。而徐凤年呢，他的生平琐事我也都看过，从细节中不难发现，吴素在他心中弥足珍贵。所以这本册子最容易使徐凤年心神紊乱。光有文字还不够，在某些纸页上还有别样的图形花纹。我这功法未必一定要我亲自去施展，通过图形，一样能够悄无声息地影响人的内心情绪。为什么我看着没什么感觉？这个呀，是专为徐凤年准备的，别人看了不碍事儿。是针对艺人。要了解一个人的生平细节，才能做成对他有效的图形花纹，暗中调控他的情绪。
看了这个，徐凤年就能做噩梦。不，是要让他陷入回忆，他会梦见自己心中最想见的人。做个梦，又能怎样？我要斩灭他心中的无所。之前那夜正好提到了当年京城一战，这消息对徐凤年很重要，也是他心底里最乱的时候。此刻，突然看到这张图，会让他深深地印在脑海中。之后呢？之后入梦，这图中的天龙会在他心中闪现，占据他心底的依靠。换句话说，我要让乌苏在他眼前再死一遍。除非他心智超群，否则徐凤年必定崩溃。说不好，他还会变成一个疯子，一个废了的徐凤年，成为北凉下一代主人。这对皇族来说，不是最好的结果。如果他的心智超群，这种人世上万中无一。徐凤年，他没这资格。先生早就在准备这一切。就算是终老山间，我也终究是行赵啊。我这就出山，把这份大礼送到徐凤年手上。若是徐凤年能够熬过这一关，就把他带来此处吧。小姐喝药。再加点糖。嗯。怕苦。到底得的什么病啊？天天喝药。你摸摸。身子虚，就算是夏天也是手脚冰凉，精神往往不济。得找个好大夫瞧瞧啊。没用的，都看过了，再好的大夫也说了，这气血有亏，治不好的。姐，你还是跟我回北凉吧。这事儿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必须留下。姐，好了好了，要不这样，等你接掌北凉，就来接姐回家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既然伤好的差不多了，你想一想怎么跟江南文坛闹翻，让京城那边放心。这件事儿不能着急，要等一个契机。什么契机？江南文坛常有聚会，找个机会闯进去大闹一场，既能惹得文人痛恨，又显得我无理傲慢，两全其美。那也不能老是坏自己名声啊。用姐的话说，那些草木鱼虫怎么看，我不在乎，只要你们懂我就够了。大小姐，魏爷爷，人又来了，在哪儿？门外悄悄守着，应该是等世子出现，要不赶他走。姐，我去看一眼。好。恶贼，拿命来！想杀我，我杀琉璃亭是他咎由自取，我不后悔。但是你恨我，
也是理所应当，我能理解。北凉权势7天，你当街杀人，江南府衙居然没人敢接手这个案子。我不得已。一国法治要以贵贱分人，我很失望。呸！你的事儿，我已经送信去了京城，用不了几日，你的报应就会到的。宫里那位跟你同族的娘娘是吧？我刚得到消息，那位娘娘已经入了冷宫。你胡说！这种事儿怎么骗人？我消息比你快，不出几日，你也会听到传闻。怎么会这样？很简单，因为皇室不想为了你们跟北凉闹翻。这件事我同样感到遗憾。琉璃亭明明有招死之道，我还等着公堂对质，还我姐姐清白名声，没想到一条人命就这么给压下去了。黎阳所为，令人心寒。你尽管得意吧，终有一日你会恶贯满盈。不是得意，不是讽刺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杀琉璃亭，我也不认为是为恶。这一切都是他暗中策划，想借礼教手段害我姐姐性命。太胡言！我话已至此，不会再多说。以后别再来了。你不可能杀得了我。我死了就是变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他也是被琉璃亭所蒙骗，不该因此丢掉性命。就怕从此以后，他一心想杀你。有仇恨，才有活下去的念想。姐，琉璃亭的亡妻又来了。琉璃亭处心积虑败坏我卢家名声，死不足惜。那许凤年出去见他了。他要赶尽杀绝？那倒没有，说了几句话，那女子就走了。找人看着点，别让徐凤年把人家灭门了。是。还有，跟家里说一下，别再对徐知虎那么苛刻。他也是个苦命的人。七爷说的是。有话你就说呀。后院有人看见徐凤年带来了2个女子，他说其中一个女的好像是西楚人。前几天您安排的事情已经办妥了，马车就在后门附近，没让陆家发现。要不去看看？七爷，前些日子我给徐知虎那边送月例银子，叫少奶奶。对，给少奶奶送月例银子。如今徐凤年身边的女子也抱着一只白猫，长相又极其相似，总觉得也太巧了些。不对呀，西楚是徐骁王的国，徐凤年身边怎么会有西楚剑士的后人？更何况，徐骁明明知道我们卢家与西楚不共戴天，他怎么会把这样的人带来江南？走，带我去看看那2个女子的住处。那2个女子明明就是住在这里的，行李都没了，去问一下。是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我们俩搬出去？世子的意思。他自己为什么不搬啊？我又不怕卢家。世子，
那我怕卢家不成？卢家当年嫡子从军，死于西楚国战，所以他们对你是仇深似海。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？怎么跟于有为一样啰里啰嗦？哎，我仔细想了想，徐骁没有做过多余的事儿。什么意思？他做事用人看似随意，但往往严丝合缝，暗藏深意。自从吕钱塘战死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他为什么要让你和于有为随我东行？那你说是为什么？为了世袭罔替，徐骁希望我和卢家闹翻，但他知道我的性子，不会让大姐为难。那我们来做一个假设：如果卢家的人认出了你或者于有为，会发生什么？那卢家肯定要杀了我们报仇啊！之后我和卢家必定翻脸，他世袭罔替的谋划也就成了。我就说吧，让咱们俩随行，绝对有阴谋。徐骁常说“为达目的不惜代价”，这一行，你们二人恐怕就是代价。那为什么到今天才让我们离开？我也是这几日养伤才想到这步暗棋。不管真假，小心为上。我已经让凤子营帮你们找了住处，你们先藏藏。到时候一起离开江南，后面就一帆风顺了。七爷，问过了，人才搬走。若这两个人没问题，徐凤年何必让他们搬出卢府？这么看来，这事儿确实透着古怪。我看还是让他把人叫来认一认。谁也不许提这个事情。就这么算了，若真是楚人，那是血海深仇啊！不能明面冲突，人肯定是要认，但绝不能由我们卢家亲自出面。七爷，您的意思？有个局需要你帮手。你们卢家和北凉是一丘之貉，怎么杀人还不够啊？如果说这个局是专门为徐凤年而设的呢？不可能，你们是儿女亲家。是，我们是儿女亲家。我对徐之虎也一直心存善意，但是他们如果触碰我卢家的底线，就不一样了。你丈夫死了，我也有兄长身亡，很多事情过去再多年也不算是过去了。什么局？这些天就不要出门了。真要找，总能找到。卢家人为什么要找你们？2个丫鬟而已。如果真是徐骁要把我交给卢家，搬哪儿都一样。世子会保你们的。那你呢？若徐骁下令，你听谁的？楚国余孽，不能确认，要找到他们，细细的问。那寻我做什么？在阳城还有你们卢家找不到的人。兴师动众，肯定能找到。要是闹大了，怎么收场啊？你们怕北凉？35万大军，谁不忌惮？不确定那2个丫鬟的身份，绝不能撕破脸。要我帮你们找人？
不用。那要我做什么？办一场清谈辩难，邀遍江南学子，唯独要避开我卢家。地点？报国寺。时间嘛，就定在5日之后吧。你要去哪儿？继续东行。这一行还要去龙虎山看黄马儿，去圣音学宫看二姐。可你这还有伤啊！早就好了，再换个2次药，有个4、5日就可以动身了。姐要是舍不得，就跟我一起走。嫁出来了就回不去了，等你接掌北凉，就来接姐回家，这不是咱说好的吗？那你等我。嗯。你千万要记得，在离开之前大闹江南，京城那边才会给你世袭罔替。放心，已经去城里打听这几日是否有文坛聚会。另外还有江宁那边，你可要小心，不能让卢家知道他的身份。不会让江宁再进卢家。西楚亡了，不然江宁这公主身份倒也配得上你。这是说哪儿去了？你不说我都知道，在你心里啊，江宁跟其他丫头不一样。只是你的婚事，爹恐怕另有安排。江宁这儿，怕是没什么名分了。这事儿徐骁说了不算，我的人生我自己选。你呀，从小跟爹怄气。没办法，脾气不合。胡说，你们是父子。凤年，娘去世的事儿，不能怪爹。姐，咱不说这个。你是不是还没有从这件事走出来？这么多年了，你看，我没事了。前辈，您把神符收起来了，不然呢？戴头上怕卢家认不出神符。原来前辈早有戒备，是徐凤年让你来提醒我的。是王爷有事儿，烦请前辈。徐骁，王爷答应前辈的事儿，正在办呢，还请前辈放心。徐骁在京城传话给你，这年头，谁还不养几只鸽子？徐凤年知道吗？看来是不知道啊。徐骁想做什么？王爷想借前辈一样东西。这个。原来是魏先生，这几天也没怎么见着你。苦命人四处奔波，为世子打探消息，这不，正有事禀报呢。世子应该在大小姐的屋里。去吧。您刚才在和剑神前辈说话？突然问这个做什么？您说剑神前辈能指点我吗？指点？那可是李剑神，若能得他指点，受益无穷。那你得自己去问他。这我可不敢。
江湖传闻，李剑神和神仙没什么区别，倒是魏先生和前辈挺熟。你可猜错了，我跟前辈不熟。刚才我们也不是聊天，我就是为前辈呢借了一样东西。借东西？什么？你不是有事儿要向世子禀报吗？我呢，得去街上转转。盒子里是什么？徐凤年是你刺伤的，可惜没死啊！真想杀徐凤年，我们完全可以合作。不高兴？如果是为了赏金，我完全不要全都给你。哼，事成之后我加钱给你都行。我不信。那你要怎样？徐凤年是我的猎物。别人不许碰他。姑娘可真霸道。不如动手，姐姐。等他离开阳城，你我各凭手段吧。好题目。徐凤年真的会来吗？徐骁此时就在京城。什么？陛下始终没见他。这跟徐凤年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徐凤年为什么来江南？来见他那个不知廉耻的姐姐。他是来闯祸的。你放心，报国司变难，徐凤年一定会出现。世子，明天出城。要走了？青鸟先护你们出去，城外报国司会合。去烧香？去吵架。进去聊聊。怎么了？别让他们听见。没事，你们在院子里等一下。现在只有我们俩。你还记得我娘过世的那天吗？记得。住在你心里，一直看着你。擦干净，别让他看见你哭。你当时告诉我，我娘会住在我心里，所以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哭过。
我试着照顾黄曼儿，照顾2个姐姐，替我娘保护她们，这样一家人就不会散。可是最终我还是没做到。大姐嫁来了江南，二姐去了上阴学宫，黄曼儿也被逼去了龙虎山，这一家人还是散了。只要你继任北凉王，就能把他们接回来。我怕来不及了。什么意思？大姐天天喝药，我有点担心。私下里问了阳城的名医，结果呢？无药可医。小姐，世子都要走了，你的病不跟他说吗？说了也没用。阿乔，帮我把这身衣服换上。到底是什么病？说是气血亏虚。这也算常见，补益气血就好了。没法补。什么叫没法补？大姐的气血精力比常人消耗的更快，就好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焰，不会停止，直到燃尽。这不是病，只是她的性命燃得比别人更快。所以投再多的药，也补不回来，只会让这团火焰烧得更亮，熄得更快。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这是我最喜欢的一身了。凤年要走，我希望他记得我最好的样子。小姐。你听我说，人力终有时而穷，有些事没办法，那就是没办法，别让他知道。我希望他意气风发地离开江南，好吗？嗯。其实再见到凤年，我真的挺开心的。知道他愿意接手北凉，我也放心了。现在我只希望上天能多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能够亲眼看见凤年成为北凉之主，那就真的没有什么遗憾了。姐不想让我知道，我就假装不知道。要依我的性子，早就把他带回北凉了。但是大姐不行，她觉得她留在江南才能帮到我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她欢喜。好，姐想要的，我由着她。再找名医，总有希望。只凭医术，怕是无力回天。还有别的可能？李现神成名数十载，未见老态。王仙芝号称天下第2，已近一甲子，依旧如同中年。他们或许有法子。那我去找老头，我跟他说。算了，是我想错了。人家是剑神，又不是医神。
嗨，我就是心里有点乱，想着大概在你这儿能理清头绪。你对他呢？你这是在担心我会和江泥争？前半生我是死士，现在我是世子侍女，仅此而已。你心里就没喜欢过他？死士没资格动心。你知道曹长青吗20年来，天下武平稳居3甲，有谁又不知道呢？曹长青武技奇艺双绝，曾是西楚名士。西楚王国黎阳一统之后，曾刺杀黎阳朝重臣不下20余人，3次入京，2次杀入皇宫，面对2朝天子。最近的一次，离当朝皇帝只差50步，最后终究没杀成。若不是人猫韩雕寺护驾，那回说不定真让曹长青取了天子首级。就算没有韩雕寺，也会有别的高手。这50步就是天堑。20余年围杀，曹长青安然无恙，天下前3，何等气魄！突然提起他做什么？曹长青为什么要杀皇帝？或许他也有家人和朋友在亡国之战被杀，又或许他心怀故国，想为故人复仇。那又怎么样？若是如此，他或许能护你周全。你要赶我走？我仔细想过，徐骁为了北凉无所不用其极，你的身份或许是他的筹码。所以你就要送我走？只是一说，曹长青行踪不定，哪那么容易遇见？就算遇见了，我也不走。为什么？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？或许他是个只会杀人的疯子。曹长青素有曹青衣之名，一袭青衣，雅气风流，怎会是疯子？那万一他保护我要收费呢？我这么穷，我可不走。待在我身边危险。我才不怕，我有神符。你不是借给李前辈了吗？那我也不走，谁知道你又有什么诡计啊？就算要走，我也得先杀了你，才走单行。好，不走。不管徐骁什么谋划，我护着你。到时候还不知道谁护着谁。那咱们说好了，你没杀我，就不离开。我不杀你，你不许死。一言为定。就是。东西搬到后面车上。宁将军，那女刺客恐怕还没死心。这一路，劳烦将军多留心些。知道。怎么穿的这么少？今天不觉着凉。今日报国寺聚集了江南文坛半数才子，想好怎么斗嘴了？真要变难或许不行，捣乱还不容易吗？前辈，有何不？卢家其他不行，周好的不错。
不用了。小叔，世子找我。是。一个呢是跟卢先生当面告别，这些日打扰卢家，总要道谢。姻亲之好，不必多礼。还有一个呢，是问卢先生一件事情，请讲。卢家有没有家规？凤年，要是没有，小侄可以帮着想一想。府里有人惹到世子了？我听说这些日子，卢家连下人都对我姐没有好脸色，平日里钱银柴炭各种克扣。若是卢家不方便，我北凉可以每月寄些银子过来，不让卢先生为难。有这事？有，谢谢您对小姐很好，可府里人却没少给我家小姐脸色看。具体是谁？给我名字。我知错了，我愿意磕头认错的。哎，卢家就没有尊卑不分的下人，从今后更相干。徐知火他名声败坏，说他的又不止我一个。这是你的月钱，走吧。他这是对大小姐不敬啊！要不要我去？世子行事自有准则，别自作主张。当我没说。不管其他人怎么说，你是我卢家的儿媳，再遇到这种事情，直接告诉我。小叔平日对我多有照顾，我心里明白。还有事吗？这是做什么？这么多年，卢先生一直把我姐当做自家人，这情分，徐凤年不敢忘。我们卢家自有家风门规，不用你谢。那小侄就告辞了。我送他出城，稍后便回。稍等。初见面时，晚辈便说过，愿领教剑神的两袖青蛇。世子入住府内，若要动手，没有了待客之道。如今前辈要走，不知晚辈是否有幸与前辈切磋？来吧。现在？不是你想切磋吗？与剑神交手，那人生幸事。前辈稍待，晚辈沐浴更衣，焚香养剑，这样才能使出最好的剑法，不至于留下遗憾。那你去吧，我等你。喂，还有何事？你这沐浴焚香的得有一会儿吧？是。再给我那碗粥。啊？切日咸淡行不？好。哎，要不先走吧，打完了我就赶上来。我们在城外报国寺等你。等等，前几日才遇刺客，要不今日还是等前辈一起。那是偷袭，如今我们早有防备，和姑娘不会有机会。再说了，报国寺离阳城不远，又是文坛集会，刺杀也不会选现在。便当快开始了，先过去吵架要紧。哎，坐坐坐坐，啊。
李前辈呢？咱们先出发，报国寺会合。里面有2只怪物，哦，柿子的小虎葵。不咬人，进去吧。别，我就坐这儿。绕北门出城，快马赶往报国寺，撤！这么多人啊！往常文坛集会也都这样。寺内清谈乃是雅事，最多带些丫鬟、侍女，其余下人仆役都等在此处，免得扰了文人的闲情雅致。隔道墙就想隔掉人间烟火？文人清谈都这习惯，我们进去吧。稍等一下。这些公子都很有文采的，肯定能听到很多新颖的观点。是啊。世子，没事吧？一路出城，没人跟踪，可算出城了。你们跟我一块进报国寺，这儿人多眼杂，卢家的人不参与变难，寺里反而安全些。走开！陆公子小姐福源四海，长命百岁。我喜欢这句长命百岁，手伸过来。收好。谢谢。寺里后院池子里有瓜。瓜？寺里准备免费给朱四公子解渴，很甜的，你们去试试。好，谢谢你。走，进去吃瓜。没见徐凤年，就在寺外，我快马加鞭才赶到他之前。那就按咱俩说好的，如果真有西楚余孽在他身边，你杀楚人，我杀徐凤年。等着看结果吧。你用白虎脸的刀切瓜，他又没在。你来。待会儿给他拿2个带回去就行。小姐，太凉了，别吃太多。就这一块，没事的。这还要吗？这有什么用？能腌着吃。他不会拿的。那些瓜是给文人雅士准备的，他若拿了会被赶出寺去。他是个可怜的孩子，以乞讨为生，家里还有个瘫痪在床的爷爷。若不是这个孩子，老人家熬不过上个冬天。这寺里的和尚见他可怜，才默许他入寺乞讨。你认识他？我教过他认字。家里都这样了，认字有什么用？读书认字才能明理通识。命运若苦，唯有自救，才有一线生机。你怎么不吃瓜？我也不能吃。瓜不是给文人的吗？
我不是文人。那你是什么？穷酸。公子与我同坐，会被世子名流笑话的。我是草包，被笑话早就习惯了。那公子倒是一个光鲜的草包，金玉其外罢了。你也是来参加变难的？穷酸没资格入场。那你来干什么？看书。来寺里看书？嗯。那些文人雅士常给寺里送钱，偶尔也捐书。我来的多了，便能找和尚借几本看看。为什么要给寺里送钱？求财、求运、求姻缘。不向书里求，倒向寺里求。公子请看水池里。佛法求智慧，求解脱，跟往池里扔钱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们不在乎佛法修行，他们只求眼前财。那不是舍本逐末了？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公子就不是草包。阿弥陀。大师傅让我捡几枚铜钱。去吧。这寺里的和尚人还不错的，也是慈悲。小姐说变难快要开始了，该过去了。嗯。你真不去？不去了，会被打出来的。走吧。小贱种，谁让你来捡许愿钱的？寺里说只捡几枚不打紧的。还敢顶嘴？站那，让你顶嘴。这可比偷壶有趣啊！啊！我不敢捡了，我再也不敢捡了。现在求饶也晚了。只是捡几枚铜钱，何至于此啊？你又是哪来的寒门猪狗？陈哥哥，没事的，我不疼。砸到你了吗？你又是谁？本世子从北凉而来。北凉，徐凤年。他没来。他应该已经在寺里了。那他为什么不来变难？今日报国寺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？在场都瞧见了，你偷袭本世子，图谋不轨，我无奈之下只好拔刀反抗。我砸的是他们俩，还信口雌黄。知青坛变难，全江南文士汇聚此地，你怎敢行凶？就不怕国法吗？你知不知道琉璃亭死在我手里啊？就是他呀！这么多天了，府衙也不找人，我想这是江南太好客，我多杀一个也无妨。这和好客有什么关系？不可！你要救他？你能杀了他全家吗？杀了他，你可以扬长而去，但这丫头走不了。对方家族不敢报复你，可他怎么办？我走了之后，你要是敢找他们麻烦，我就回来，明白吗？
贵姓？在下陈希亮。陈希亮，你知不知道今天辩难的题目是什么？王霸之辩。何为王？何为霸？以德行人者王，以利假人者霸。既然知道，敢不敢与众人辩难？我陪你去那边院子，谁要说你没资格，我手里有刀。你先回家吧。不，我跟你一起走。那你在寺门口等我，把鞋子脱下来晒一晒。去吧。我跟你过去。我以为你会拒绝。我不傻。只有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你麾下的走狗，才能保住我跟他的性命。你知道我是谁？他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北凉徐凤年，天下第一纨绔、最跋扈的草包。像你这样的草包，天下多几个才好。王道立于德，霸道求于利。霸者虽能辟田野，食仓廪，终是以利服人。严刑罚，明法令，威令行事，尊君卑臣，故能兼并天下，可成大国。然而此般行事，一生尽力暴虐之心，天下无亲，人伦皆丧。宗庙有覆亡之危，礼数有崩坏之险。古之王者，人渺天下，教以爱，食以忠，不夺民食，正有荡荡之德。天下有道而生，民皆乐也。放屁！我换个文雅点的方式，他刚才说的这些，全都是废话。徐凤年，尊王见霸，都是扯淡。别都看着我，我不会说话，他替我说。清谈辩难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开口的。你说你的，谁不让你开口，我就不让他开口。我要说的很简单：若能经世，义必有利；若可济民，道必有功。因为霸，故本于王。满口胡言！王霸并用，此等事公心态，只会毁去儒家根基。若世上只剩蝇营狗苟，我辈当哭500年后。若不能固吏，不能济民，哭500年又有何益？当下百姓食不果腹，他们该向谁哭去？荒悖之论，鄙俗之言，这还算什么清谈辩难？天天清谈，除了怀念所谓的先故盛世，还有何作为？引经据典，话说的倒是漂亮，能让百姓多吃1碗米，多穿1件衣吗？只有争论不见形式，有害无利，清谈误国，就是从你们开始的。你放肆！一派胡言，说的是太无理。给我好好说话。